但係呢個盾牌嘅形狀唔似一個盾牌，所以我哋要用呢一個孔去切割個盾牌。請問大家呢個孔入邊中間嘅形狀係乜嘢呢？因為我哋想將佢切割成盾嘅形狀，所以中間嘅形狀要係盾嘅形狀。請問喺右手邊邊個形狀似個盾？半圓球，然後設定寬度、長度同埋高度，令佢變成一個盾嘅形狀。中間嘅半圓球如果係一個孔，同啱啱整嘅盾群組之後會出現乜嘢問題？會令到成個實體嘅盾消失。所以中間嘅半圓球應該係空心。當我哋將呢一個孔移去實體嘅盾，再做群組，就可以將個孔同埋實體嘅盾牌重疊嘅地方消失，所以就可以切割成盾牌嘅形狀。